哦，哦，我们的旗是最大嘛。嗯。这个笔不褪颜色，这个不褪颜色嘛，所以名字上面。我们的旗子，看。
这培养多少年？可做了连。好，开始。哎，兄弟，大咖也得来了。Acaba de meter tanto que é dali. Quando se olha o teve disso aí. Vai de tudo de carrinho de que tá. 哎，脑子里想的是你他手里拿一个东西，好吧？那个佛珠有没有？啊，不挣钱要。每个人都有吗？他有吗？其他给不是这这。没有。有。这个我知道。这个还好一点。这拉吗？还是这不我早几个？我没记来了，我没记来了，给他。电视边走起来。这里就是别打。哦。可以了，那他们就这样就我行。们也弄个。哎，心里面诚意一点，然后你我能没有好。谁呢？就我们别忘了这样，得多了。哦，这么没晓得。咱这弄啊，跟这几个玩的。就没叫。还得。我叫几个人去。我就看你的。我说。侬中叫几多？这几。哇。我看着老那拉小了。好，脸尽量就不要转来转去，不要动来动去啊。对，我都来了嘛。跑几几，把几下不打么了的，这。我别提起这个的，这个。把几。他把鸡拿去了。你牛别个。你牛。我们别个。好，不要看我，我很难看嘞。快记得大家完了。好了好了。这样好一点，你看着你就把它放在那边，你要帮我忙，而不是去看摄像机，明白吗？好，把它锁住，拧住。这个。对，还有一个。对，可以。不要管了。哦，咱做完了。对了，今晚对了。你让那个叫谁？他的妹妹。叫什么？芝芝。跟他换一个位置。今天再见。谁的？跟他。就这样了，老进来着。爸。坐的时候两个脚放在边上。那进了，光把带人。放在边上，这个脚放在边上。光把你进来的。哎呦。来热。好，让他们待一会儿，他们就安静了，就可以松很多。不要看他哦，不要看，光看。要打你的，不是要了打这个了。哎。
자 기들아 라라라. 계속 들을때. 누리야 랄죠. 让他们让你姐姐他们再往里面坐一点，他们再往里面。去。不是，往前面，最靠一点，往靠紧一点，往你就那边靠紧一点。啊， no，啊，靠紧一点，你懂吗？他们本来一个一个这样坐，往里面坐一点，靠紧一点，靠到它里面去一点，知道吗？ 왜 내리가? 아, 찌질러랭아? 사자까. 그거 이런 저자. 超掉，那没戏。你看，你往里面坐一点。 你这又要起来了，这个。对，靠它，靠它。起来了。你你也靠进去一点。 저야 넣어줘야 돼. Right，靠近一点，明白了吧？ 너 뜻거이. 好，可以了。 비타 라리지 봐줘. 땅을 또. 봐주자 들으니 딸기 해. 저맨저 회자티 자다 봐야지. 他们就看着不起我。来不。 못 걸다. 아. 记醒啊！你坐那边好不好？好， 밀라티산. 不要笑了。我那里面后不要笑。 잘 기다. 这老小嘛，给我这样的那么。让他第二个再往里面坐一点。这了还得再看片嘛。 第二个. 就是明珠后面那个，往里面坐，身体不要靠那个。 지금 哦，热。不热的。哦，可以。好，可以了。不要看我，你们自己说话啊。 저저 잘하게 되기로 谁讲 걸다고. 故事也可以啊。 째째시그. 不要笑了。 야 가지피가 레스를 치다. 可以，不要转了。 그때는 그다. 一会儿我再来转，不要看我，不要看我，眼睛就歪了。 뭔가다 징글. 我这眼睛歪了。就是这样眼睛这样的方法，好。 안 되지. 이게 뭐 저기 뭐 던져 미지와지 내라지. 뭐지? 답이 잘 인지신데. 别动，不要看我。 잘했어, 뭐 어디 거리. 哎呦。 그러게. 可以。 달라. Thank you。你们这还有一个呢。 아 저요. 这里。 하하. 这里有。 맞아. 근데 돼. 뭐 저기. 뭐 달라. 干你那个给啥？这就老姐姐们，我啥打头？ 아무튼 지금. 干了， कसर ताकल मारा. 不了了。 लंकी. 金子路了， काय होणार 过得 तय्या 去 मा. 了，俺你不要。 응? माझा चेंजिने कुकैया. 아유. 俺就你那路来开始干啥去？ 말이야지. 나 잠이라 볼까? 来把掉嘛。 서장은 기타를 나 짐이. 하. 나 짐. 짐이. 내가리다. 等一下，没事，你们就念经就可以了。来来，可以了吗？ 다 좀 거. 现在那边。 다 대학 걸렸다. 저 왜? 저치. 这样啊。 아이고 딸이지. 이리 딸나. 쉐티를 거 싶다.
等一下，我这个灯。 다 저서 더 얘는 나이 봤어. 对不起啊。 어지러워요. 그때는 얘. 이거야. 희란도. 찔코로. 야. 야, 되게 별이야. 희란도는 어떤 건가 이거자. 애기가. 저기 들어. 희란도 일주일 있던 거 어디야? 거기는 거요. 켜. 자. 끝나. 상황할 때. 비. 기스코 제베. 응. 지면. 아. 이런 게 그냥. 다른 데면. 클래스 영어시. 무슨 거 말아. 你不用看我， 걸다물. 저저 사람 언제 되기? 念自己的。 그래서 아가씨. 알았지. 발란사 트는 뜻이노. 그거 들으셨어. 가 그렇게 하서 어떻게? 아. 비지글라 된다고 말해로. 嗯。 시화제 뭐. 아, 저 걸로 지금 알 돼. 자, 就他们尽量脸不要动得太多啊。 조금 기면 되네. 아, 강은 비면 Não gosto de Jessica. 거시리. 거스. No meu. 맨날 뜬다 우리 샤츠에서 있어. 내 등나가는 저서도 못인디 끝이지. 진짜 예서 봤지. 저 시란도. 아베 찌질레라. 못인디 끝이지. 나 진짜 뒤알아 tudă de gen de 다 올리겠다. 빨리. 됐어. 말아도 못. 그래. 고맙어. 야, 이제 배지 마. 그래도 같이 가서 얘기해야지. 그래도 다 되는 거? 쓴다 그랬지. 너만.不，现在不还 너무 好看。 그렇게. 咱们脸都不对。不要看我，眼睛脑子里想的哦，no，你别没有。 사이사이는 지금 우만 대하는 게 되고. Right. 오절 만절. 공감도 기하다. Mie bir şey görmekten. 누나 거든. Tamam hemen. tamam 있어. Biz.是吧？是不是漂亮？你们 Çarın çat. 你们他们的脸不要动啊。 감기 medal라. 嗯， 있어 기자. 난 好的。 이제도 안 되는데 그야. 시계 뚫을래서. Du ser iskall. Bir söküyorum. 这一道尽量好放松。 바지 지우는 게 medal라 강. 부여동.
Ayúdame. Kalta burada gidiyor. Bunlar yapıyor. Niyetten. 관리도 안 고. 유머리스다. 살짝 이기면 这样子丢了。 야, 啊，这司机这热天了，爸， 리미트. 可是进去也。 야, 무슨 코셔와서. 피티어서. 그래요. 그래도 아, 休息可以了。 야, 나는 제일 기시. 대안 저도. 네. 그래. 야, 나는 뒤에 뛰어지. 어떻게 어때? 보이래. 아, 야, 야. 야, 진짜 몇 자자, 자와. 레지랑 왔다. 레지라다. 열. 스마라라 때니 그. 되지. 되지서. 이제야. 예스. 差不多。好，到时候再给你们看。今天晚上印一张。啊，进来。 أساس كبرة. ينزل. 근데 저건 몸이 뭐지? 기억이 أسمي يعني كنت كجوز. 따뜻이. سيري كجوز. 그땐 게 뛰다. سيري كجوز. 세세마. 경화서 리리. هينجو. 손이这样起来。对。把这个唱一下。真的。 刀在不在？只能这样了，没办法了。他如果不好的话，对，手分开。 차차차.
现在差不多这样啊。但是如果掉了，或者那个，现在先就是做干活的时候戴个手套，这个来的连续也就没改了。戴个手套，然后呢，这个脏了把它拿掉，拿掉了以后就这样贴，这样。正好不等起来，这样一个嘛，这样我一个贴，等着就交了，然后还有一个这样贴，就那把我等着走了。知道了啊？两个人也就连续改了，先用这两个，然后再用这个，必须就要等着，然后再会解决了。你问他肯定啊，青霉素吃过的啊。他说，东莞金是咋弄的？咋弄？吃过对不对？这个比青霉素厉害。厉害。金霉素的，你这个吃掉吗？都咋头？现在吃掉。然后晚上吃2个。给你算了，给我们你算了，等着讲。这个吃完了，如果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再吃了。等着我们你咋搞的？这西部慢慢跟，这没等就马上了。还有这个2个，等你，明天早晨吃2个，孙口你，晚上再吃2个，我们你，最后再吃1个就行了。กูจะเจอ谢不用谢，你以后早点看了，这样不行的，这个手已经不行了。还是大哥了，没知道，还是大哥么是爸爸妈妈这些的，这样不行的。都走。这样的话，他们都是把自己当开玩笑的，这个做东西要死人的吧？送你。不要到处都是。这个，是。这不等一个了，啥两个的，都是代替那些。我这电视机点了去，那跟前讲。不要晃嘛，厉害你。可是把这种片都必须这个讲。为啥？没接到，没接到。跟他不，啊你这，那去。这个都不行，看电了这，他去。这不，哎呦，会走吗？不会走。对。今天22号，22号我们去拉萨，今天看能跑到哪里。车上有这个家伙。
这里的人不喜欢穿藏装，这不好。我去的那些地方，你看到照片嘛？他们都穿藏装，电视里也有。就是男的不穿，女的一般都穿藏装。那个好看吗？哎，绑一下。我忘了，你也忘了。我跟你说上车就绑，你也忘了。不行啊。拖拉机。前面能会车吗？啊，前面可以过吗？可以。我说拖拉机上了。来了。等他吧，等他走一走。
有没有好的。那你要在这儿待多久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我带他们去波密我们那边，那就要回去了。不回去。你说波密怎么回去？我去拉萨那里。走拉萨去。那回去走这边回去，走那边好走。我不走了，今年1年不走。今年1年不走了，那1年都在西藏这边。对对，1年不走。咱们从茶艺过来吧。去拉萨。长度。长度。哦。转山的嘛，我们是转山。转山的啊。原来是山。过得麻烦了。你这个1年就要在这儿待好长时间。哦。3年。爸爸生意好噻。那个也。
能给我呢修正一天，正好我没全工作，我就没干修正，我赶快跑。你从哪里过来？都是从成都。是吧？我这个2十多万的。把我这个钱最多的就是这个。安全那个提示器嘛。啊，他们拉装备。还有他没装备，他们舒服。这就是说我考虑的，明天看那个样子是没法骑，因为你要碟刹还好点儿，你要是说咱们这个没刹的话，全都不管用，你管用的话也不好了，全磨了。一定要，哎呦，可以换刹车。耶，来。你说现在已经炒了，已经炒了。当时我可以想这个现在这个台窗，劲调，好。趁你劲。那个时候刹车不敢刹了，一刹的话它就要车。我把这没拿你病。哎呀，这段就是咱们在这段死人，全有死人最多了。你要是下坡，没多快。死人最多，上坡不死人，下坡才死人呢。还有。前边从那个燃那个上。哎，这帮人。可以放在上面了，现在。
可以烧熟，但是不能喝。你不相信呗？喝水，后面我椅子后面。再不喝了。不要喝了。太上了。好了，饭好了。饭好了，好了。你知道我操！这也是林子，这是林子老的那块，后面全是新的。这家这么多，可能一家的，不可能。应该这么多，3个。下一条语音提示之前，请沿当前道路行驶。晚上7点整。到拉萨已经住了2天了，现在就是那个股票账号有问题。我今天到小李这边来修车，把那个专家也带过来看一看，让他学一学，看看到底怎么样。实在不行的话，可能让他留在拉萨跟他学修车。现在身边的钱也不多了，到底家里的电话也打不通，但是到时候怎么样到时候再说。今天24号吧，可能是24号星期天吧，也不知道，可能是星期天，谁知道？时间也过得糊里糊涂的，完了。昨天把那个斑马。介绍到那个东后去做公园，他觉得还行，但是住的地方还没解决，到时候再说。